无人机的使用是愈来愈普遍，不过即马各地却是小连锁传出违规的情形。其中，伫咧新竹县已经开发3件，县政府就特别提醒民众，伫咧高铁、台铁甲高速公路各部分乡镇的都市计划区内底，拢是禁止飞行的路线。无人机飞伫天顶，下骹操作的人唔敢靠势。全台无人机使用者愈来愈多，出马小连锁传出违规事件。尤其是在公园内底违规操作无人机的民众算上济件。现在限制的区域非常的多，然后可能每次要飞的时候都要打开那个民航局有个 app 叫 Drive Map， 然后它就会显示这个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禁航，或者是有一些高度限制，然后他可能要注意一下，不然其实被罚钱其实很麻烦。目前新竹县除了高铁、台铁、高速公路要事先申请，才使飞无人机。台北市竹东甲宝山乡的都市计划区内，也算是禁止飞行的区域。特别有一些区域是禁航区或限航区的部分，我们都希望你透过安全合法的一个教育场域，来取得无人机的一个飞行，让你的飞行更合法、更安全。县政府提醒民众要使用无人机进前，会使先透过交通部民航局网站查新竹县空域管制区域，以免违规受罚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